马祖，伊惊安尼形式，伊就会当得到这样大福报，伊能得到啥福？伊讲，伊个规个米酒岛内底当中，对这边开始咧起咧袂死咧起起甲起。咱无法度比较细，但是咱今日爱怎啊？善男信女一对，毋过善男信女，伊就是讲，我来拜米酒妈祖，因为了米酒妈祖好保庇，我来用到不孬，我从遐变啊，伊是咧求这物件，其实咱无法去，无咧甲买用，迄去咧当中迄一片乌纱的撞出来，假是买用，假是买金种，我信了，我信了，所有我袂用。我来道理，我当面也是歹势啊，个买因为大表咱也会甲商量，然后讲以3级功能之内，咱以大类三级功来说，来讲所以我是讲，因为米酒妈祖伊个本性，伊无错，咱个本性无错，这点咱一定要认同。但是因为过去咱人生，当然伊个意义，得到这个福报了后，人人方得为了福气，有一阵人，安尼过去这掠鱼的，米酒妈已经死啊，甲捡着一个这个米酒妈的这个身上，的时阵迄阵过去，一寡掠鱼的，过来到台湾，伫台湾，请个黄春牌。过久了后，伫地里面当中，就去一间庙，一间庙愈起愈大，愈300年来愈起愈大间，去到这个当中，这个叫米酒妈，若要甲讲起来，所以伫台湾，伫中国台中若来了，讲伊是要拜妈祖啦，我来了无可能拜妈祖，咱伫沿海，这部分，咱台湾这部分。所以讲，伊就会时阵福报遐大，所以咱今日要了解。米酒妈伊个作性无较好，咱各位这个真正无发生，所以完全拢总是负责的物件，是因为咱过去叫砍掉的，所以咱甲找得到。所以因为学校这段内底当中，所有的训练，细阵分别阿庙得3到3步地吼，这个阿庙得3到3步地。我过去做一个解说，叫做无相，无相，无迄个比较相的正经正确。迄个无相，那个讲一个较具体，叫做清净法性，清净的法身。个清净法身就是讲啥物件？无难做事，安尼对。那安尼当你比喻法相，你会当去得到一个自性美，安尼听话啦甲你讲起，你本来就失去。你本来就无去，你是要安怎去得到？你本来就无失去，甚至呢，因为咱20分钟讲，可以思想得见，可以实实得见出来可以思想得见出来这完全拢总是一种的延伸，了会方便啦。伊迄物件毋是要得到，是做一个引导。如果你今日去质疑讲，我得到这个物件。这是你家己所信的，安怎？因为你家己这个自信心，安怎？无亲像你证显物件，所以你去修学道，一定来了的，你会确定，咱个修无相，正能台湾，你无学的，性嘛无加减，所以叫做不精不减，不得不信。既然无精无减，无得无信，过来听。过来信，完全无得无信。无得无信，这就大合，因为你已经要抗掉的，你袂使抗。你若安尼讲，我无得无信，那我就免学啦。我无得无信，我就免修行啊。安尼我唔对但你有付出迄物件，但是你袂使，你付出迄物件了后，你就要去修行。伊安尼讲，咱今日虽然咱以这个环境的细小的世界内底当中，咱一个注意，人讲无去就切，
你储存这个量电啊。而这个环境的内底当中，五分恋爱的内底当中，你理解足容易。虽然毕竟要透过这个复杂，透过这个语言内底当中呢，好啊啦，好啊，家己做一个如前如错如动如所以对第17分，我拄则讲的究竟有我们究竟有究竟就是无有一个的发者，无有一个这个听发者，无有一个得福者，无有一个这个这个分这个主上者，无有这物件，肯定就是无这物件所以这段当中是咧讲这个物件修到第12分来，无法确定分，伊到这个功夫已经进入了诚深的里了已经了了有名内心的上一定肯定，刚刚清楚，才肯定的，因为已经所谓的已经到这个事情上是要肯定不定他们的什么究竟所定